耶穌何時再來？牛頓大膽預測2060年之後。嗱，我哋睇下耶穌再來嘅預言啦。馬太福音24章話咧，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着天上的雲降臨。嗱，人子知耶穌啦。咁咧，其實馬太福音嘅作者其實都可能睇過但以理書第7章，因為佢都係講差唔多嘅嘢。佢亦都係講話有人子啦，駕着天雲而來啦。咁有少少唔同嘅就係馬太福音就講到話要號召佢嘅選民從四方八面過嚟啦。咁但以理書就話佢嘅各族人民咧都侍奉佢啦。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嘢嚟嘅。咁馬太福音26章亦都係重複翻講話係人子咧坐喺呢個權能者嘅右邊啦，駕着天上嘅雲降臨嘅。耶穌再來嘅時間一拖再拖啊！嗱，帖撒羅尼迦前書4章係保羅寫嘅，佢哋話主必親自同天降臨，咁咧以後我哋這活着還存留嘅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嗱，呢度我哋咧係指保羅同埋嗰啲即係喺嗰個年代仲生存緊嘅基督徒咧，一齊被提上天啦。即係保羅佢係諗住咧，耶穌會係佢有生之年咧，耶穌會降臨嘅。但係冇發生到咧，所以有人就冒呢個保羅嘅名咧，寫咗帖撒羅尼迦後書啦。咁第2章講咩咧？佢話我勸你哋無論有靈有言語有冒我名書信咧，話主嘅日子現在到啦，耶穌翻嚟啦，唔好輕易動心，亦都唔好驚慌啊！即係佢話咧，耶穌未必咁快翻嚟嘅。咁耶穌再來嘅地點係邊度咧？就係喺邊度降落咧？使徒行傳第1章話咧，耶穌同佢哋講話唔好離開耶路撒冷啊！咁咧佢就係耶穌被取上升啦，有一朵雲把他接去。咁咧天使點講咧？佢話你哋望住佢點樣升上天咧，佢哋亦都係同樣咁樣翻嚟嘅。即係話耶穌咧係即係喺駕住啲雲咧落翻落嚟嘅一樣嘅，喺你耶路撒冷嗰度發生嘅。咁啟示錄第7章講話咧，即係地嘅4角啊，即係聖經嘅作者諗住咧，地球咧係平嘅，所以全世界都望到耶路撒冷嘅。但我哋唔喺耶路撒冷啊嘛，我哋見唔到耶路撒冷啊嘛，嚇，所以就無論點都好啦，佢就話喺耶路撒冷降落嘅。咁牛頓點樣預測咧？佢就話耶穌幾時翻嚟？就係2026年之後先翻嚟嘅，係唔可能喺2060年之前翻嚟嘅。咁佢就係引用聖經啟示錄11章3節話：我也要將權柄給我的2個見證人，他們要穿着麻布預言1260天。嗱，佢哋話咧，呢1260天咧唔係指日子啊，而係代表年份，即係1260日唔係1260年嘅。咁佢話點樣開始咧？佢係揀咗神聖羅馬帝國立國嗰年，就係公元88年嗰度開始啦。88加1260，咁啊2060啦。咁咧佢就話係2060年之後發生嘅。同埋咧，佢更加補充話咧，以色列需要喺耶穌基督第2次降臨之前咧，恢復成為一個國家。咁呢件事咧係1948年發生咗啦，即係佢照牛頓嘅預測咧，應該係2060年之後先發生嘅。咁而家耶穌基督點樣講咧？佢嘅警告啊，佢話那日子那時辰冇人知道，子也不知道，即係耶穌都唔知道，只有天父知道。咁呢度差唔多話聖靈都唔知道㗎啦嚇。咁淨係天父先知道啦，耶穌唔知道幾時翻嚟啦。咁而家啲信徒等咗成2000年都未翻嚟啦。
咁仲要等幾耐咧？使唔使等到頸都長咧？